未搞婚禮之前，唔理馬巧梅跟住汪小菲去到點樣嘅開張會開鋪現場，喺剪彩嗰陣佢都冇份上台㗎，只能夠喺台下面靜靜雞望住汪小菲同其他女拍檔嘅互動。自從5月17號之後，馬小梅嘅身份同地位即刻唔同晒，唔單止同老公一齊去到開張現場，而且喺剪彩活動嗰陣，現場啲人都好俾面，唔單止將個 C 位主動交到馬小梅手上，同時仲俾咗佢汪太太呢一個稱呼。呢一鋪佢真係鹹魚翻身，吐氣揚眉啦。睇完佢依家嘅地位同待遇之後，黃春梅同鄭陽榕都知自己變咗個天大嘅笑話。呢一件事同佢哋又有咩關係？對於馬巧梅呢場婚禮可以如期舉行，相信鄭陽榕係最估唔到嗰個。喺呢場婚禮未搞嘅時候，佢嘅食相就真係太難睇，同時亦都令佢喺觀眾心目中嘅形象大打折扣。明明喺呢之前，大家仲讚緊佢，覺得佢同馬小梅分開之後，從來冇講過對方一句壞話，咁都證明到佢為人夠大方。點知就喺前妻真係要迎接新身份嗰陣，佢好似又有啲忍唔住啦。之後做埋啲嘢，真係將佢自己心入邊啲小算盤爆晒出嚟，一啲都唔想俾前妻過到好日子。跟住落嚟，佢就開始咗各種瘋狂搞震，唔係爆對方啲大尺度傷出嚟，就係話有所謂嘅出軌相，仲屈佢一腳踏幾船。當呢啲嘢出現之後，佢覺得自己搞局實成功硬噶啦，點知佢實在太睇小馬巧梅啲手段啦。如果真係俾佢咁輕易就搞彎自己恨咗咁耐嘅呢場婚禮，咁馬小梅咪竹籃打水一場空。佢喺呢之前已經為自己嘅未來鋪好路啦。睇完馬小梅做落嚟嘅好多嘢之後，只能夠講佢真係步步為營，計過度過。佢好清楚汪家人嘅喜好，做啲嘢都將呢一家人食到實一實。喺啱啱同汪小菲一齊嗰陣，佢就知道自己最應該要解決嘅人就係張蘭。對住個仔揾翻嚟嘅大部分女朋友，佢張蘭嘅態度全部都係呢個女人唔啱你啊，你快啲換過個啦。汪小菲有幾段感情亦都確實係俾佢咁樣搞彎咗嘅，其中就包括咗張穎穎。本嚟以為只要汪小菲中意自己，自己就實可以做到汪家新抱嘅，但係佢實在太睇小張蘭喺屋企嘅地位啦。見到阿媽始終都冇辦法中意自己呢個女朋友之後，汪小菲就算幾咁堅持，都只能夠放開對方隻手。對住佢呢一種行為，咁張穎穎梗係好嬲啦！你簡直係一個正宗嘅裙腳仔，睇下跟住仲有邊個夠膽同你一齊？從佢當時直接拆散個仔段感情，就可以睇得出佢究竟有幾咁難相處。咁點解馬巧梅同佢相處嗰陣，反而從來都冇出現過咁嘅問題？呢一個亦都係因為佢好識得投其所好。佢知道張蘭係一個事業心好強嘅女人，如果冇任何事業心，同汪小菲一齊都只係諗住坐享其成，咁想搞掂張蘭係冇可能噶，所以佢將事業方面嘅能力表現出嚟。自從同汪小菲一齊之後，就開始不停直播帶貨，賺到嘅錢亦都確實唔少。見到個新抱同自己一樣係一個非常獨立嘅女人之後，佢亦都知道對方唔係貪自己個仔啲錢。成功搞掂咗張蘭之後，佢相信將來對方可以成為自己手上嘅一張王牌，事實亦都真係咁。等到跟住落嚟，鄭陽榕出嚟唱衰佢嗰陣，佢都未出聲，咁張蘭就嗱嗱聲幫佢還拖啦。等到搞掂埋奶奶之後，佢又將目標擺喺汪小菲同兩個細路身上。咁喺呢兩方面，佢又係點樣出手嘅？喺汪家企穩陣腳，開始大展拳腳，同汪小菲相處嘅過程之中，佢亦都明白咗一點，就係對方嘅性格係典型食軟唔食硬嘅。如果真係想對方錫自己錫到窿，咁最應該要做嘅就係將自己性格溫柔嗰面表現出嚟。佢知道喺汪小菲面前，如果時時刻刻都係一副好強硬嘅態度，咁對方肯定唔會滿意自己。馬小梅喺呢方面確實好叻。
唔理係喺現實生活定係喺網絡世界，汪小菲再點樣唔俾面佢都從來唔會發任何脾氣，反而係一副笑咪咪咁嘅樣。好似咁嘅人，汪小菲又點好意思不停咁同佢發爛渣？等到連老公都成功食住之後，最後嘅目標就係喺兩個細路身上。喺大 S 仲未走嘅時候，佢想搞掂呢兩個細路，自然都比較難。畢竟佢同啲細路相處嘅時間實在太少啦。而且如果大 S 喺啲細路面前，只要講佢幾句壞話，咁跟住落嚟佢嘅付出就全部白費晒。就喺佢唔知喺呢方面可以點入手嗰陣，大 S 走咗，兩個細路就即刻返到佢身邊，呢樣對佢嚟講真係天都幫佢。佢同啲細路相處嗰陣，了解咗啲細路嘅喜好，同時亦都好關心啲細路。喺做呢啲嘢嘅過程之中，啱啱好係兩個細路情緒最脆弱嘅時候，所以馬小梅好快亦都令到呢兩個細路對自己非常之滿意。聽講今年母親節嗰陣，佢哋仲同馬小梅準備咗驚喜添。成功搞掂呢幾個人之後，馬小梅亦都知道自己可以實行自己嘅目的啦，嗰個就係搞婚禮。5月17號呢一場婚禮確實非常之奢華，從奢華嘅程度可以睇得出，汪小菲並冇因為對方係二婚嘅身份就對佢有意見，反而仲係俾咗佢前所未有嘅重視。汪小菲喺呢個時間點俾一場婚禮，佢亦都確實令好多人都比較意外。呢場意外嘅婚禮令所有人都睇到馬小梅嘅步步為營，同時亦都令佢喺汪家嘅地位開始火速上升啦。等到得到自己想要嘅地位同名分之後，佢知道自己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喺鏡頭面前瘋狂晒恩愛啦。而家最應該做嘅事就係了解家族嘅產業，成為汪家真正嘅女主人。咁跟住落嚟，馬小梅會透過點樣嘅方式嚟證明依家佢喺汪家嘅地位？其他人又係咪認同佢呢一個身份？自從汪小菲同張蘭嘅戶口被封咗之後，兩個人就差唔多將重心擺咗喺麻綠記呢一個品牌身上。正係知道依家呢一個品牌對汪家人嚟講有幾重要，咁所以做咗汪家一份子之後，馬小梅一刻都唔敢鬆懈，開始瘋狂收割自己嘅成果，連出去度蜜月嘅時間都取消咗先，直接就去咗合肥麻綠記。呢一次嚟到現場，可以明顯感受到其他人對馬小梅嘅態度完全唔同晒。喺呢之前，大家都將重心擺喺汪小菲身上，畢竟兩個人仲未搞婚禮。當時仲有唔少人覺得兩個人分手嘅機會比較大，但依家睇嚟就唔一樣啦。喺眾人對佢評價最唔好嘅時候，汪小菲從來冇嫌棄過佢嘅過去。從呢度都可以睇得出，汪小菲究竟有幾咁將佢擺喺心上。亦都因為咁，主辦方自然對佢更加重視啦，而且仲俾咗個佢非常受落嘅稱呼，嗰個就係汪太太。見到呢個稱呼嗰陣，馬小梅冇任何意見，反而好心滿意足咁坐咗喺呢個位度，塊面個笑容真係笑到見牙唔見眼，好似覺得努力咗咁耐，自己嘅目的終於達到啦。等到跟住落嚟，汪小菲上台發言嗰陣，佢塊面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係非常尷尬嘅表情。雖然喺呢一之前，佢亦都跟住汪小菲參加過唔少開張活動現場，但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當時喺參加呢啲活動嗰陣，佢都係一副皮笑肉不笑咁嘅樣。因為當時呢啲主辦方對馬小梅並唔係特別重視，只係將佢當成汪小菲身邊嘅一個花樽咁。如果唔係，點會喺剪彩活動嗰陣，佢連上台嘅機會都冇？但係自從嗰場婚禮之後，佢亦都感受到呢啲人對自己態度嘅轉變，唔單止俾佢去到剪彩活動嘅舞台上面，仲將最中心嘅位置都俾咗佢。睇完呢啲人態度大轉變之後，馬小梅塊面露上嚟嘅笑容，自然亦都係心滿意足噶。運籌帷幄咗咁耐，終於如願以償啦。你覺得佢係一個簡單嘅女人咩？